Hello，大家好，大家早晨，都係先講翻個市場方面嘅一啲情況啦。市場方面，咁好，早晨。市場方面，其實上個禮拜咧都臨尾兩日咧出現咗一個比較大嘅動盪啦。咁我哋見到美股又好，港股又好啊。上個禮拜四嘅美股咧出現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下跌啦。呢一個原因主要咩咧？主要就係咧都係一個流動性方面嘅問題，都係一個流動性預期方面嘅問題。咁嗰一日嘅晚上咧，就有部分美聯儲官員咧就發出咗一啲偏鷹嘅一啲聲音。咁都同時都係講到啦，而家嘅一個情況，停擺咗個幾月，9月份、10月份數據咧都睇唔到。咁同時咧，呢一啲官員咧都係依然咧較為之擔心呢一個嘅通脹嘅情況，所以咧佢哋咧都發出咗啲偏鷹嘅一個聲音，包括對12月份減息嘅態度咧都係話偏保守，咁呢一個係星期四晚黑咧有2位美聯儲官員發出咗咁樣嘅聲音。咁去到禮拜五啦，其實咧又再有多2位美聯儲官員咧再次發出咗一個偏鷹嘅一個聲音。咁同時咧政府講到話今個禮拜咧將會發出呢一個9月份嘅呢一個就業報告，非農方面數據。咁10月份數據咧而家暫時未知發唔發出嚟，暫時就未知可唔可以喺呢一個嘅12月份議息會議之前發出嚟。咁同時咧11月份嘅數據咧亦都未必可以喺12月份嘅一個議息會議之前咧獲得。咁所以市場咧其實對於嗰個嘅減息預期咧偏悲觀。咁所以我哋見到呢一個嘅美股禮拜五咧再次出現咗一個大幅低開。咁但係咧後市其實咧收翻上嚟。咁我個人點樣理解呢一個嘅市場嘅變化同埋動作咧？我認為咧，依家市場對於12月份減息咧已經係非常之悲觀㗎。咁我哋而家12月份減息嘅概率咧，其實係由早2個月90%幾。咁咧一路去到咧上1-2個禮拜咧70幾嘅概率。咁而家咧已經去到50幾，4成以下啦。5成以下40幾左右。所以而家市場對於12月份減息嘅概率咧已經係非常之悲觀。咁同時結合埋咧咁多嘅一個官員咧亦都發出咗呢一啲偏鷹嘅聲音。咁提及咧都係一個數據缺失啦，攞唔到相應嘅數據去做呢一個判斷嘅一個參考依據。另外啦，呢一個嘅通脹方面依然係一個擔心嘅情況。咁其實我哋見到咧禮拜嘅時候咧，週末嘅時候咧，特朗普咧又係再次咁樣去催促要盡快減息。咁佢亦都係從一啲動作上面咧做出咗啲實質性嘅一啲幫助。包括咧同瑞士同一啲國家下調咗呢一個嘅關稅啦。咁另外喺一啲嘅民生用品、消費品、食品商方面咧，再次咧亦都係做出咗一啲關稅減免嘅動作。
咁亦都係幫助市場咧去緩解翻而家對於通脹層面嘅一個壓力，通脹層面嘅壓力啊。咁所以目前嚟睇，而家嘅一個預期咧，對於12月份減息預期咧已經係偏低㗎啦啊。咁喺偏低情況底下咧，上個禮拜五出現咗一個回拉，啊。咁亦都我覺得可以理解為咧，市場已經消化咗呢一個嘅消息啊。市場已經消化咗呢個消息啊。咁同時咧，佢哋都認為呢個位置再跌落去嘅話咧，應該係一個跌多咗嘅一個情況，所以先出現咗一個回拉啊。我個人咧係咁認為嘅啊，因為假如話今個禮拜嘅禮拜四咧。禮拜四，我哋嘅一個9月份非農報告發出咗之後咧，有機會咧都會係一個扭轉預期嘅一個報告啊。咁後續10月份報告而家咧未確定話係咪100%唔可以發出嚟啊。咁假如話呢一個政府整理數據方面可以發到出嚟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俾市場做一啲嘅參考，啊。因為其實停擺方面嘅影響咧，已經係明確到，已經係明確影響到美國嘅經濟啦，以及呢一個勞動力市場就業方面嘅情況啦。咁所以其實依家美聯儲內部咧都係一個分歧比較大嘅一個情況啊，50-50啦，可以話50-50或者46-46啊，有40%嘅官員咧都係明確咁樣支持需要減息啊。咁但係咧有可能5%至6%嘅官員咧都係擔憂呢一個嘅通脹方面情況啊。咁咧就未有話咁大嘅一個程度上去支持減息啊。咁所以其實而家市場當中影響市場走勢最大嘅因素咧，已經係變翻做而家流動性方面嘅因素啊。咁呢一個因素，我哋睇翻目前嚟講，的確咧就係15-16，而且個預期咧都變化得比較大啊，前個禮拜咧，我哋就認為啦，美國政府停擺結束，流動性預期咧會大大改善啊。咁但係咧過咗冇兩日，又開始轉變為市場咧對於減息前景非常之悲觀啊。咁所以咧而家對於大市都認為係一個比較震盪加大、波動加大嘅一個情況啊。咁同時咧呢一個對於流動性嘅預期咧都係不斷咁喺度改變緊，所以導致成個市場咧個波動咧會比較大啊。咁但係咧12月份即使唔減後續1月份都有機會減啊。咁所以咧其實方向不變，只係咧節奏出現咗一個嘅變化啊。方向唔變，節奏出現咗變化。咁所以我個人對於大市嘅睇法咧依然都係維持啦，震盪向上，但係咧中途咧反覆會比較多，波動會比較多啊。對美國嘅股市都係咁嘅睇法，對美市咧都係咁嘅睇法。因為減息與否咧，其實取決於經濟情況啦。假如經濟向好嘅話咧，即使係加息，股市咧照升。拜登時期咧就係咁，咁但係如果經濟出現咗一定嘅隱憂，及時可以減息刺激翻個經濟流動性咧，又再次寬鬆，咁更加好呢一個咧就係特朗普時期中意做嘅嘢咁所以其實我個人就唔悲觀嘅，即使調整咧，我覺得係機會，包括你見到其實美股咧調整得並唔比港股要少我哋睇 Nvidia 咧都調整咗好多，Nvidia 咧都調整咗好多包括甲骨文啦，
微軟、Meta 呢啲，其實都調整咗好多，但係咧，我個人認為咧，都係一個資金高位回吐啊，同埋咧流動性預期出現變化嘅一個情況，啊。成個美國嘅牛市嘅根基或者牛市嘅趨勢方向咧，我認為咧依然都係不變，依然都係睇好啊。咁呢一個牛市根基、牛市方向咧，當然就係我哋一直所講到嘅呢一個人工智能呢一個產業嘅發展啦。啊，其實都係已經同全球嘅經濟發展咧已經緊密咁樣去掛鈎啦。啊，包括我哋週末睇到嘅一則，我個人認為咧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信號啦。啊，我哋見到巴菲特咧喺佢臨退休之前最尾嘅一份季報調倉嘅一個季報當中咧，我哋見到巴菲特咧新建倉 Google 43億美元啊，咁已經進入咗佢嘅一個前10大嘅持倉當中啦。啊，呢一個新建倉咧直接進入咗前10大嘅持倉當中。咁其實 Google 而家呢間公司咧，之前市場嘅擔心係擔心佢嘅一個搜索引擎業務咧，會唔會俾 AI 所取代啊？包括佢嘅一啲廣告業務會唔會因為呢一個搜索引擎咧而被影響啊？咁但係咧，而家 Google 後續嘅一個情況咧，已經正式轉型為一間平台型公司啊！咁即係借助佢而家目前嘅呢一個大模型啦 ，Gemini 去成為一間平台型嘅公司啊。後續佢嘅一啲廣告業務、營銷業務咧，全部係可以放入喺大模型當中，包括佢嘅一啲搜索引擎業務啊。咁其實市場咧而家係對於 Google 咧有一個預期投資邏輯改變嘅情況啊。咁從巴菲特投資 Google 咧，我哋亦都睇得出啊。巴菲特其實佢咧好少投資科技股嘅，非常之少投資科技股啊。大家認為巴菲特買蘋果咧，大家可能唔了解嘅咧，以為佢買緊科技股啊。咁其實巴菲特買蘋果啊，佢睇中嘅咧就係佢嘅一個平台，以及咧蘋果手機作為一種消費品，佢對於客戶嘅呢一種黏性即係話咧培養咗客戶使用嘅一個黏性同埋習慣。佢有啲係當佢係一種科技消費品咁樣同時咧佢睇中佢嘅 App Store iOS 平台，可以創造一個非常之好嘅收益。咁我哋類比翻 Google， 其實依家巴菲特破天荒時隔好多年啦，唔知我都記唔起巴菲特幾時再有買過科技股啦。今次破天荒再去大力度咁建倉呢一個 Google 咧，其實我覺得係對於近期市場對於 AI 產業泡沫一個最好嘅一個反擊同埋回應。巴菲特作為價值投資嘅一個代表人物咁佢而家亦都係開始擁抱緊呢一個新時代咁當然係同佢而家身邊嘅一啲副手都係一啲年青人，同埋咧對於科技行業理解咧比較深都有關係咁但係咧始終最後拍板買唔買入咧，都係要巴菲特呢一個大股東話事唔係話我嘅副手想買我就俾你買嘅，一定最後咧都係要巴菲特本人同意咁假如話價值投資嘅代表都已經睇好並且買入AI 嘅呢一啲核心嘅資產咧我哋都可以係咪理解為
AI 產業發展咧，其實而家已經進入咗一個可以睇得清收益、睇得清未來嘅一個時間段啊。咁其實咧就同依家目前市場當中呢一啲干擾嘅聲音紛擾不斷嘅呢一啲 AI 泡沫、AI 無用論，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相反嘅意見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號。巴菲特建倉 Google， 巴菲特買入 Google。咁一定係巴菲特咧睇得出 Google 作為新時代 AI 時代一個平台性嘅一個作用，後續帶嚟嘅一啲收益想像空間包括佢嘅一啲搜索引擎同埋 AI 方面嘅一啲結合啦，以及咧佢自研嘅芯片包括佢嘅一個雲業務，佢嘅呢一啲 AI 基礎設施後續可以帶到俾佢嘅一個護城河同埋收益所以而家市場咧其實係類比緊巴菲特第一次建倉 Apple 嘅時候啦，當時嗰啲人咧就取笑巴菲特點解蘋果咧升咗幾廿倍先至嚟建倉咁但係巴菲特咧價值投資代表一定係睇得清，覺得最穩陣並且被市場低估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出手嘅咁同樣今次建倉 Google 亦都係俾市場理解為咧 Google 低估咗，並且 AI 嘅未來 AI 嘅一個盈利咧後續已經開始可以睇得清啦咁大家係我覺得真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號嚟，大家係可以重點關注下 Google 呢間公司或者其實類比翻大模型公司，咁我哋國內雲業務公司咧，其實就係阿里巴巴、百度呢一啲甚至乎騰訊、快手等等。所以咧而家巴菲特呢一個90幾歲嘅一個價值投資代表老派投資代表咧，都正式開始接納科技股、擁抱科技股亦都係代表咧呢一個 AI 的確係已經進入咗一個切實咁樣影響我哋後續所有生活各方面嘅一個技術大家都知道巴菲特投資蘋果之後咧，發生咗啲咩事啦？蘋果最高嘅時候咧，巴菲特咧已經係佔佢持倉超過50%嘅一個佔比都係咧從第一次建倉開始慢慢咁樣加上去嘅咁所以今次大家亦都類比為咧，會唔會 Google 咧亦都成為下一隻呢一個巴菲特間公司最核心嘅一個投資標的咯今次嘅季報咧，其實係減倉蘋果跟住咧加倉 Google 嘅呢一個咧，我覺得係一個好重大意義嘅信號同埋一個改變所以我覺得咧即使你話而家市場當中資金擔憂、流動性預期有問題我哋嘅一啲科技股出現咗比較大嘅一啲回調咧，我覺得呢啲位置咧唔適合去割肉咯，我覺得唔適合去割肉大家如果係有耐心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揸咁但係短炒另計啦。如果你係今日買，聽日上走嘅話咧的確你止蝕先冇問題咁但係咧，如果係有少少中長線嘅話咧，我又覺得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同時我哋見到美國嘅一啲 game 公司其實都係加倉緊中國嘅科技股嘅包括呢一個 Cathy Wood 啦，木頭姐佢呢一個科技投資嘅一個代表啦，被譽為科技界嘅巴菲特咧佢亦都係加倉緊百度同埋
阿里巴巴嗱。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呢一個大市嘅情況底下咧，適當咁增加我哋防守性嘅倉位，適當增加我哋防守性嘅倉位，即係之前講到嘅電訊股、內銀、內險咁其實上個禮拜咧睇得出係一個全方位殺跌啦，即係所有板塊咧其實都係面臨緊一個跌幅咁防禦性板塊喺呢一個波動加大情況底下咧，我哋加翻少少配置咧冇問題對沖翻成個市場嘅波動另外科技股未有倉位嘅咧，我覺得可以慢慢撈啦，有倉位嘅話咧，睇機會，我覺得可以溝翻啲可以溝翻啲但係咧溝嘅嗰注咧，一定係有反彈咧就走抑或咧你有耐心，你唔溝都得科技股前景我認為咧問題唔大。咁之前講到嘅科技嘅支線，譬如話儲能方面嘅一啲機會，其實咧就都係引申出嚟嘅啲機會啦，都係值得重點關注啦。OK， 咁我哋對於個大市，對於策略方面咧，我哋就講咁多。